咁你覺得會唔會有壓力啊？壓力嘅話就唔係好多嘅。如果相似度係71.8嘅話，咁我係咪獲獎嘅機會都係71.8呢？咁其實我覺得你嘅壓力咧應該嚟自你嗰個 number， 因為你知啦，女一咧就唔容易做嘅。係，多謝晒你先啦 ，Anna。多謝。嗱，跟住有請呢2號黃詠嘉 Jessica， 佢今年22歲，係一名學生。 50年嚟，2號總共奪得過3次冠軍、5次亞軍、2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孫穎欣、翁家瑞、曹敏莉、劉永璇。到底 AI 生成嘅2號同 Jessica 有幾相似咧？我哋睇下。Hello Jessica。 Hello， 睇下先嚇。哇！你個相似度有成53多啲嘅 percentage 喎，其實都唔係咁似嘅啫喎。咁你講下，其實你有啲咩可以叻過佢？因為我哋依張相我哋睇唔到佢嘅牙，咁希望今晚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嘅好甜、好吸引嘅笑容。OK， 嗱，其實咧歷屆嘅2號咧，邊有人吹呢個牧童笛好似吹到你咁叻啦？吹一日咧就有20萬點擊率啦，好犀利㗎 ！Thank you 你 ，Jessica。多謝。好，跟住嚟有請3號鄧凱文 Aris， 佢今年23歲，職業係活動統籌。 50年嚟，3號曾經拎過2次冠軍同埋1次季軍，當中包括張嘉怡、張舒雅、許奕玲同埋張寶儀。不如睇下 AI 生成嘅3號係咩樣 Hello Aris。Hello。不如你敘述下 AI 出嚟嗰個樣係點樣？都好靚啊，真係。因為嗰個係你自己嚟㗎嘛。係啊，好靚女啊，簡直係100分啊！你開估，咁我開估啦。嗱，而家你淨係得41.9% 啫，咁使唔使朕幫你 check 下呢個數字係唔啱㗎咧41.9% 其實真係非常好嘅成績啊！咁我覺得我今晚應該會更大信心。非常之好，因為朕已經 check 過係啱嘅。嗱，跟住有請4號黃怡怡 Lin， 佢今年呢21歲，係一名學生。 4號咁多年，總共係攞過3次冠軍、5次亞軍、4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李嘉欣、劉善婷、郭柏妍、許志軒。咁 AI 生成嘅4號同真正嘅4號又會有幾似咧？睇下先嚇。哇！你相似度係81.8%喎，真係好高喎！你知唔知道咧？當年你嘅師姐李嘉欣咧都係4號㗎。咁不如講下你有啲乜嘢叻過佢？ 哇！我乜嘢叻過佢啊？或者靚過佢啦，咩位置？咁呢啲都係 AI 啊 ，AI 就冇得感情啦。我覺得叻過佢咪掂啦，但係大家都有自己好獨特嘅美啦。OK， 點都好啦，希望你嘅將來會比你更加成就啦。Thank you，唔該4號。多謝。好，跟住嚟有請5號梁善琪 Debbie， 佢今年係24歲，職業係軟件工程師。50年嚟，5號總共拎過2次冠軍、1次亞軍、3次季軍。5號嘅代表人物包括有趙雅芝、呂慧儀、朱晨麗、雷莊儀。睇下 AI 生成嘅5號同真正嘅5號又相唔相似 Hello Debbie， 你好啊。思怡你好。嗱，你同 AI 嘅相似度咧都有成82.6%喎，都好高喎，分分鐘有機會咧入到5強㗎。不如你講下，咁點解攞第4就好過攞亞軍嘅咧？我覺得攞第4咧係好過亞軍，因為第4名成日都係話係啲人係覺得攞唔到名次，但係都會入到 TVB 同埋做到藝人。咁我覺得就算冇名次，其實係呢個比賽之中贏咗自己，我就覺得已經係自己對自己嘅勝利。非常好，答得好好啊！不過知第4好難攞㗎，但係多謝晒你5號啊！ 跟住落嚟有6號胡瑞涵 Hannah， 佢今年18歲，係一名學生。我哋睇下50年嚟6號總共係攞過2次冠軍、2次亞軍、4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唐麗球、朱凱婷、徐子珊、馮盈盈。一齊睇下 AI 生成嘅6號同真正嘅6號有幾似先。好，睇下你嘅相似度幾多先嚇。哇，有成61% 喎。咁其實嘅相似度都幾高嘅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咧？你嘅師姐馮盈盈咧，佢當年都係6號㗎。 但係如果嗱，我問呢個問題，你同佢同屆嘅話，你覺得你有啲乜嘢優點，或者有啲咩靚過去可以冚贏馮盈盈咧？我覺得各有一個嘅美嘅，但係如果我同佢比嘅話咧，咁其實就唔係幾好比嘅。
我覺得你個高度已經係贏咗佢啦。係，但係佢都好靚啊。係，你同佢一樣咁靚係嘛？係，我同佢一樣。有冇嘢補充？OK，唔該曬你啊 ，thank you。好，跟住落嚟有請7號毛志深 Victoria， 佢今年係27歲，職業係個測量師嘅。50年嚟，7號總共拎過1次冠軍、4次季軍，但從來未拎過亞軍。當中包括有郭海明、周美欣、何燕娟同埋丁子田。睇下 AI 生成7號同真正嘅7號似唔似 Hello Victoria， 你好啊。老師好。嗱，呢個咧就係 AI 生成嘅7號啦。嗱，你兩個相似度就只係得嗰37.7% 喎。嗱，你係做測量師㗎，咁不如你又目測下，我同佢哋咧嘅相似度係點樣啊？你同其他司儀？係啦，冇錯。係。咁當然係唔相似啦，因為你哋每一個司儀都各有優點㗎嘛。其實唔係我哋好相似嘅，因為我哋大家都有眼耳口鼻。係，多謝晒先啦。同埋我哋都係姓陳嘅。Thank you。唔係啊，當中仲有人姓蕭㗎。你真係記得我啦，多謝你。Thank you。好，跟住落嚟就係8號姜依玲 Jenny， 佢今年23歲，係一名學生。 50年嚟嘅8號得獎率係最高嘅，總共係攞過7次冠軍、2次亞軍、2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葉翠翠、謝嘉怡、宋婉穎、林玉慧。而家睇下 AI 生成嘅8號同真正嘅8號有幾咁相似先。比較下先。哇！差唔多成90% 喎。你知唔知咧8號拎冠軍咧係歷年嚟數目係最多㗎？嗱，對上嗰3年咧又係8號拎冠軍喎。嗱，你今年咧你覺得你自己會唔會有機會冧莊㗎啦？係啊，我都覺得8號係一個 lucky number 嚟㗎。我都希望今晚可以攞到一個滿意嘅成績。你一定會嘅，對自己有啲信心。OK，thank you。唔該，多謝。跟住有請9號潘明璇 Michelle， 佢今年24歲，職業係金融分析師。嗱，9號佳麗50年嚟咧，就只係拎過2次亞軍同埋4次季軍。嗱，大家熟悉嘅9號咧，有黃愛倫、張海怡、黃君馨、麥美欣。嗱，大家睇下用 AI 生成嘅9號同真正嘅9號，睇佢哋嘅相似度又點咧 Hello Michelle， Hello。你同 AI 嘅9號相似度係43%，係歷屆9號咧，從來都未拎過冠軍喎。你有冇信心今晚可以破蛋呢？有信心㗎，因為我覺得我係9號。咁9號咧，我覺得我今晚可以長長久久喺舞台上。長長久久同攞冠軍有咩關係咧？因為冠軍係企到最後㗎嘛。哦，咁我希望你今晚可以同 Mayan 講，我叻過你。唔該晒9號。多謝。跟住我哋有請10號嘅陳佩琪 Hira， 佢今年係25歲，係一位小學教師。10號佳麗咧咁多年嚟咧就拎過1次亞軍同1次季軍。嗱，當中包括有周婉儀、林淑敏、李志敏、單文柔。咁到底 AI 生成嘅10號同真正嘅10號嘅相似度幾多咧 Hello Hira， 司儀你哋好。啊，展鵬啱啱講到咧10號，我真係唔係好夠你熟喎嚇，我係咪應該交俾你去問呢？咁都得啊？係啊，單文柔嘛。哦 ，OK，咁我哋比較下先嚇。嗱，你同 AI 生成嘅比較咧就有50% 喎，雖然唔係好似啊，但係10號咧就唔好意思啦，咁多屆咧係未攞過冠軍嘅，但係咧你嘅師姐10號咧永遠都係我心目中嘅冠軍，因為嗰個咧嗰個就係單文柔 Phoebe 嘅。咁你對你自己有冇信心？同埋你覺得邊方面幸運呢？我覺得雖然我同個 AI 淨係得50% 相似啦，咁我諗剩低個50% 就係因為我今日會有一個自信嘅笑容。咁始終我係一個真人嚟㗎嘛，我唔係一個 AI。咁我希望我今日有親和力嘅笑容都可以令我變成一個冠軍啦。多謝。非常之好 ，thank you。非常好啊，非常好 ，thank you。跟住有請12號梁晶晶 Nicole， 佢今年25歲，職業係室內設計師。嗱，50年嚟12號佳麗咧，總共攞過3次冠軍、1次亞軍同埋5次季軍嘅，當中包括有咧林良慧、蔡少芬、楊婉儀、郭善妮。咁 AI 生成嘅12號同真正嘅12號比較又係點樣呢？睇睇先啊！哇，
Nicole，你兩個相似度只有38.2%。嗱，不過12號已經有22年冇拎過冠軍，連續18年食白果咯喎。我想問下，今晚你估你使煲白果腐竹糖水呢？唔會嘅，我覺得我今晚嘅表現一定會脫穎而出，同埋我覺得我自信心同埋笑容一定會俾另外一番驚喜俾大家。好，咁就希望你好似個名咁蒸蒸日上，一路晉級上去。唔該晒12號。多謝。跟住落嚟有請13號陳曉彤 Cindy， 佢今年26歲，係一位鋼琴老師。50年嚟，13號總共攞過3次冠軍、2次亞軍、1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鄺美雲、李珊珊、陳茵媺、陳欣婷。而家就睇下 AI 生成嘅13號同真正嘅13號嘅相似度有幾多啦。Hello Cindy， 4位司儀你哋好。講到13號啊，你覺得當中邊一位係最完美嘅咧？我覺得鄺美雲小姐去最完美啦。好標準嘅答案啊！冇錯。雖然咧，鄺美雲小姐Colly 咧係好好啦，咁不過咧，我心目中，咦呢句唔係我講嘅喎。我嘅嗰個我講咗你嗰句嘅。即係我唔理佢答咩都好啦，13號喺我心目中咧係完美嘅。OK。係啦，我同我 Cindy 傾翻偈先，唔好成日喺度怪石老婆啦嚇。咁你同AI 13號相似度咧，其實都幾高啊，有82%嘅喎。咁我哋Colly 評委之一咧，亦都係13號。你覺得 Colly 靚啲咧，定係阿毛嘅太太 Amy 靚啲咧？我覺得佢哋都一樣咁靚啦，因為我覺得佢哋嘅氣質都唔同啊。譬如 Colly，我覺得Colly 小姐佢好雍容華貴啦，但係陳茵媺師姐佢都好親切，笑得好甜咯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咁希望你咧今晚好似兩位13號嘅成績一樣啦，咁好嘅。唔該晒13號。多謝。唔該晒 Thank you。跟住有請14號陳怡明 Sora， 佢今年26歲，係一名公關。14號總共攞過係2次冠軍、1次亞軍同埋5次季軍嘅，當中包括有莫可欣、胡杏兒、邵初、梁昭儀。嗱，而家大家睇下 AI 生成嘅14號同真正嘅14號，到底佢哋有幾相似咧 Hello Sora。Hello。嗱，你哋嘅相似度係43%，有啲低喎。你覺得有邊度似，或者有邊度唔似咧？邊度似？我覺得我哋都好靚啊，跟住好醒目。邊度好醒目？係啊。但係邊度唔似？應該一定係我廣東話唔好。你又知 AI 廣東話好？因為之前你師姐廣東話都好過我好多。唔緊要，似唔似都唔緊要，最緊要有信心。唔該晒你14號。跟住有請15號莊子璇 Hillary， 佢今年係21歲，係一名學生。15號佳麗總共呢個1次冠軍、5次亞軍、2次季軍，當中包括有周家慧、蔡思貝、邵佩斯、梁海晴。到底 AI 生成嘅15號同真正嘅15號嘅相似度幾多咧？ Hello Hillary。Hello 司儀你好。我哋睇下先啊，哇！你哋嘅相似度有7成，接近8成，都好高效喎。咁啊50年嚟咧，15號拎亞軍嘅數目咧係最多嘅。咁你今年亦都係其中一個大熱。但係如果你今年又係攞亞軍，你會唔會好失望先？咁我覺得又唔會好失望喎，因為今年咧係港姐嘅51週年啦。咁我哋有新嘅開始，我哋有新嘅司儀團隊啦，我哋有新嘅 AIMC， 甚至乎我哋有新嘅後官喎。所以我覺得我可以打破呢個亞軍宿命，可以攞到呢一個嘅新嘗試。同埋咧，我覺得就算攞亞軍都唔緊要喎，因為我哋嘅評判之一鄺美雲小姐咧都係亞軍。咁我覺得佢而家依然都係好多人嘅學習榜樣，所以我覺得攞到亞軍都會好開心㗎。答得好啊！名次係冇所謂嘅，最緊要人生係升咗咧，就好似今日嘅司儀團隊都係升咗咧嘅。多謝你15號。多謝。跟住落嚟有請16號郭佩文 Juliana， 佢今年22歲，係一位網店嘅店主。16號佳麗總共攞過1次冠軍、1次亞軍同埋3次季軍嘅，當中包括有朱玲玲、譚子麟、張旭雷、林莉。大家睇下 AI 生成嘅16號同埋真正嘅16號相似度係幾多咧 ？Hello Juliana。Hello。你哋嘅相似度都有41.2%。嗱，已經有45年未拎過冠軍，對上一次
已經係1977年嘅朱玲玲小姐。你知唔知邊個朱玲玲小姐啊？知道嘅。 OK， 你覺得你有咩地方優勝過朱玲玲小姐呢？咁其實我覺得我哋都有好多優勝之處嘅。咁我覺得我就除咗外貌方面呢，個內心都非常之有一個非常之豐富嘅內心世界。係。咁樣好。咁朱玲玲小姐咁有代表性，希望你都好似佢咁成功。唔該晒16號。Thank you。 Thank you。